花莲的南区有一寡部落因为山壁放弃，对外车路未通，有真侪便桥因为溪水岔流，暂时无法度出入。有患者想要去病院洗药剂，就塞车直洗，要找路出去，结果煞是塞甲无油啊，嘛塞袂出去，全掉伫路里。这台白色修路车的驾驶是要到有里镇西药街倒去向石平部落民众，不过伊经过所有便桥，拢因为溪水波动封起来，油表佫害去，唔知影车型无油，最后停伫倒湖大桥头前等待救援。因台风影响，便道都无法通行，只能不断绕路，最后因汽油不够，困在卓富大桥南端。本所立即前往购买汽油，协助该车辆发动，让该民在台风天能顺利前往医院洗肾。杨桥里镇通向林雅部落的林雅桥附近，由湖边坎放落去，阻断对外交通。顶拿倒落去，地下高压线经过有危险，目前已经封起来。电线这个要请那个电力公司专业来处理，不然真的是高压电线花莲北区的秀林乡山区户外比赛，33K 北平连外道路，和无名客头桥引起全民出去是真危险。确定还可以过？可以过。昨天晚上有没有很大？没有，我们没有在这里，我们早就出去了。会不会怕那个整个冲下来？就是怕这个。户外界相关新闻疏化公路目前也在管制，不过听讲今仔日因抢通再起，就陆续有车来咧等。南北那边也有状况嘛，所以我们就尽量往北回了呗。比较大的灾点在崇德164.4K 这个位置滩土方量大概是3000立方公尺。那我们预估今天下午3点抢通。东澳、南澳路段预计是下午1点，雨势会稍缓，那我们就来解除预警禁封路。台铁北回线因为任何到中正之间铁轨路引起东部干线对后的车全部停驶，区间车台北甲所有新市看红河进行机动驶，所有新到花莲站甲大同站也拢维持停驶。记者综合报道。